大家好，我係 Good Channel Thai 對路泰國嘅 Kunming 啊。今集企業出海泰國錦囊將會協助好多嘅中小嘅老闆解決一個極大嘅迷思。好多時候，老闆出海泰國想做到100% 全外資控股，都會諗到泰國工業園區管理局 IEAT。佢哋都會誤以為咧，透過 IEAT 註冊公司咧，必須要進駐偏遠嘅園區，買地興建廠房，動不動咧需要動用一個數千萬元嘅註冊資本。其實出海泰國唔一定要重資產，從事物流貿易、創新科技、數據中心、營銷服務嘅企業，可以透過 IEAT 自由貿易區嘅智慧辦公室方案，輕鬆開立全外資泰國控股公司。你唔需要買地，亦唔需要設立工廠同埋倉庫，只需要使用50平方米以上嘅智慧辦公室，就可以合法合規出海泰國。我哋綜合咗 IEAT 智慧辦公室方案5大優勢。第一，快速開業，最快14個工作天，100% 全外資泰國控股公司，無需泰國人代持。第二，極低公司註冊資本，只需要200萬泰銖起，分3年內到帳。第三，保證開設公司銀行帳戶，自貿區內邊嘅企業允許將外幣匯出海外，包括美金、歐羅、人民幣，無外匯管制。第四，享有免進出口關稅優惠、增值稅退減待遇。第五，首張董事工作簽證，無需聘請泰國員工，同時可申請直系家屬長居簽證。各位老闆，對路泰國 Good Channel Thai 已成功協助過百家企業出海泰國。想知道你做緊嘅行業適唔適合 IEAT 智慧辦公室方案？歡迎私信我哋嘅微信公眾號對路 Good Channel，聯絡我哋嘅商業顧問，了解更多。